我寫咗本歷險小說叫《解咒師》。你上集咪有個色魔出現嘅？唔係色魔啊，而係一個咧一直以嚟欺凌阿爾諾嘅一個壞人。佢個名咧叫雷老大。咁呢個人咧就一聲令下，然後就叫晒所有嘅小朋友咧就圍住阿爾諾。然後雷老大咧就話啦：哇，你好嘢喎，揾到老豆咁開心，梗係要慶祝下啦。於是咧佢就將阿爾諾唯一剩翻嗰個雞尖咧就攞走咗，然後咧就係咁喺度食。攆完之後咧，連埋啲口水啊、污糟邋遢咧就放翻落去爾諾嗰個飯碗度。然後咧，其他小朋友咧係完全明白嘅，就即刻就將自己食剩嘅所有雞骨都放晒落阿爾諾嗰碗飯度。咁你話啦，爾諾呢個時候應該點做啊？話俾老師知？唔係啊，相反，佢係默默地唔出聲，然後就走去嗰個水龍頭度，將人哋嗰啲雞骨咧就用水喉水洗翻乾淨，洗走啲口水，然後咧就慢慢咁樣默默無聲低住頭咧就繼續食呢碗飯同埋啲雞翼尖。點解佢會咁做咧？估唔到，係因為唔反抗就係最好嘅處理方法咯。